有出现，英雄的现身，秀晒眼前，我就手机挖去，了解伊的品行。在迄日中央比赛的调停，用伊在调停啊！用手术，下药，身手不还。现时我有名传在实的家己，讲出我自己的名声，我叫做宋香林。宋公宋，表示的我反袂自本，拄好对这所在经由，是讲，而且游山玩水，收袂到，虽然当场插腿，幸得你会当见义勇为，来日必定好好报答。哎呀，只是讲，看来日子已经无啥，咱个此地就无乡村，休无客散，今夜要如何是好呢？啊，宋公宋，不如我邀请你来到阮家技术内销如何啊？啊！既然这是一处的相逢，我虽讲是一珠宝商，你也无提防的心肝，愿你和我去到你的府中，安尼是你唔惊我来了不明吗？哎呀，你是一个出外人，当然我做人唔真慷慨。你是一个出外，你来看卖，你就是讲啊，手无乡村，后无客散，你嘛唔知要举位落脚，不如踮在阮家技术，嘿嘛无算啥物呀。